大家好，我係 Victor，歡迎嚟到我嘅頻道生生活。2年前呢，就去咗一次 LA 旅行，當然就去埋2個最熱門嘅地方，就係 Disneyland 同 Universal Studio 啦。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2個主題樂園嘅體驗。首先講下 Disneyland 啦。Disneyland 呢其實係一個非常經典嘅主題樂園啦。一行入去呢，就會有一種好童話嘅感覺，好似返到童年嘅世界。成個樂園嘅設計咧，其實就好細緻啦。由大街到唔同主題嘅樂園區咧，都有好強嘅故事感㗎。如果係一家大細去旅行，其實 Disneyland 咧係一個非常適合嘅地方。不過有一樣嘢咧要留意嘅，就係人流通常都比較多，尤其係熱門遊戲咧，排隊時間都可能會比較長。如果係同比較細嘅小朋友去嘅話呢，咁啊不妨考慮一下去到嘅時候呢，就租啲 stroller 用下啦。咁加州嘅迪士尼其實就分2邊啦，一邊就係 Disney Park 啦，咁就玩嘅嘢就比較溫和啲；另外一邊就係 Disney Adventure Park， 就係加州冒險樂園，咁就多啲機動遊戲啊，咁樣就刺激啲嘅。除咗玩之外呢，2邊嘅樂園呢都分別有佢自己嘅巡迴表演啦。咁完整版呢，我都分別 upload 咗喺個 channel 入邊嘅。如果玩得攰呢，其實都可以喺樂園以外嘅 Disney Downtown 裏邊可以行下啦。再加上如果你話想食中國嘢呢，咁可以直接去埋鼎泰豐食嘢添啦。Spider boss before they destroy the campus. This cookie made it back. Good for you. Safety, remain seated and supervise younglings. They've locked onto us. Take evasive action. 嚟到迪士尼呢，就記得一定要睇埋個煙花匯演先好走喎。另一個非常受歡迎嘅主題公園呢，就係 Universal Studio Hollywood 啦。同 Disneyland 比起嚟呢， Universal Studio 嘅主題其實更加就係集中喺電影文化啦。其中一個最特別嘅體驗呢，其實係呢個 Studio Tour。你可以坐車進入一個好似電影嘅拍攝場景啦，咁啊睇到好多荷里活嘅電影嘅製作場地嘅。另外 Universal Studio 嘅遊戲呢，一般都會比較刺激少少，整體感覺呢會比 Disneyland 更加動感。而 Fast and Furious 嘅過山車呢，將會喺2026年嘅夏天呢就正式開幕㗎啦。而我哋今次嘅重點呢，就係嚟到 Super Nintendo World 嘅。而如果你哋想去佢哋嘅餐廳度食嘢呢，咁就記得一去到嘅時候就記得要訂位啦。如果簡單比較一下，其實2個樂園嘅感覺都幾唔同。Disneyland 呢係比較童話同經典嘅主題樂園，整體氣氛呢會比較溫馨同家庭式；而 Universal Studio 呢就比較電影主題，遊戲啊同體驗啊都偏向刺激同埋動感化嘅。如果你問我邊一個樂園比較好玩呢，我會同你講兩個都其實都好好玩，只
只在乎咧係你想要啲乜嘢嘅啫。如果你問我需要放幾多時間喺每一個樂園裏邊呢，我嘅建議咧喺迪士尼嘅話咧，3至4日咧其實已經係好充裕噶啦。而 Universal Studio 咧，其實1日咧就應該係可以玩晒差唔多所有嘅嘢噶啦。而住宿方面呢，我就一定係會去到邊住到邊，因為始終呢 LA 嘅塞車情況呢都非常嚴重啦，無謂嘥太多時間喺揸車啊或者塞車嘅時間上面啦。咁所以呢，我一定係會揀翻啲附近嘅地方，又或者係直情係住喺樂園裏邊嘅。如果你都去過 LA 嘅迪士尼或者環球片場，不妨留言分享一下你比較鍾意邊一個啊！多謝大家收睇，我係 Victor，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旅程。